你哋知唔知自己做焗油其實係治標唔治本㗎？好多人染髮之後都會出去或者喺屋企度焗油。哇，焗油冇？我都唔敢試啊，怕漏電啊！焗油雖然可以滋潤到頭髮嘅角質層，但係始終都係比較表層嘅修護，而且維持個效果都係1星期左右，都係治標唔治本㗎。焗油有冇副作用？焗油膏含有大量濃縮嘅護髮精華，有機會阻塞毛囊，影響毛囊嘅正常排毒同埋吸收營養，仲可能導致脫髮問題添。想有健康髮質，應該要根源護髮，染前打底，染後解毒。透過以上護髮療程，強化毛囊，減少化學物質對髮質造成嘅傷害，自然可以令頭髮 keep 住順滑，咁就唔使成日焗油啦。桂綸鎂幫到你，快啲嚟體驗啦！